主后2022年6月19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咱来听上帝话记载伫约书亚记第4章，咱要对19节看到24节，咱会当做伙来读。正月初十，以色列人民对约旦河上来，伫耶利哥东边的吉甲扎营。约书亚将因对约旦河厝内迄12块石头贴伫吉甲，然后对以色列人讲：将来恁的子孙若问因的老爸，这个石头是甚么意思？迄时就互恁的子孙知讲，以色列人捌行大地，过即个约旦河。上主，恁的上帝，伫恁的头前，互约旦河的水打去，听候恁过河，亲像伊早前伫红海做的一样，就是互河伫阮的头前打去，听候阮过来。以上愿主照咱所听读伊的话。早起甲咱做伙分享的题目是贴石头做记号。大家平安。出来吉以后的以色列人，用将近40年的时间，因袂得入去迦南地，只有伫旷野伫遐漂流，等因来到耶利哥城对岸的摩押平原。迄时摩西过身，约书亚继任。伫离开旷野最后一个停留点，伫十亭，因启程来到伫约旦河边扎营，听候要过河。听候过河是偌尔艰难的代志，怎样过河？这并毋是120个人，也是几百人要过去，是超过100万人的军民甲精生家伙拢要过去。而且圣经讲，迄当阵约旦河的河水泛滥，上界看也是上界济的时，河水淹流过溪岸，差不多看有1公里，也就是大约咱落水溪沙犁大桥长度的一半的宽度。迄时约旦河并无跨河大桥，嘛无几只船通好搬运偌济人甲物资通过河，因也无可能用收水，也是撩过河。若要用尽人的方法，也是讲要互全部以色列人安然过约旦河，只有亲像咱台湾话所咧讲的“鸭两牵过溪”是看破，也是讲英文咧讲 impossible， 这是真无可能的代志。听候过河，看起来是无可能的代志，是戆人讲戆话去遮下台湾，无切实际。毋过呢，信靠上帝，伫上帝无有困难的代志。上帝互因行一条亲像早前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路，水分作双平，互因对中央的大地过河。显明上帝的大权能甲伟大。了后，约书亚照上帝吩咐，伫约旦河的对岸贴12粒石头，趸做堆做记号，来纪念这个事件。咱伫这礼拜，咱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约书亚第3章到第4章。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伫第3章，全章1节到17节，遮伫讲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河水满涨泛滥的约旦河，并无诚侪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的阻碍，反倒转诚做见证上帝荣耀的新约奇事的舞台。
做祭司诶利未人，将约柜当因会脚踏着约旦河河水自动退上平，因对约旦河通过到入对岸耶利哥平原。伫以色列史，咱伫以后还阁会有一解读到约旦河诶水分上平诶记事，是伫先知以利亚伊要上天诶以前，伊用伊诶衫拍约旦河诶河水就分上平，互伊甲伊诶学生以利沙通踏地过河。了后，先知以利亚将伊诶衫留互以利沙，以利沙也用遐衫拍水，水也上款来分上平，互伊过去。其他以利亚先知诶学生看到安尼，就信服以利沙是以利亚诶继承人。这记载伫列王记下卷第2章60到15节。地点也是伫耶利哥附近约旦河诶一段。好，咱先跳过遮，咱继续来讲约书亚记。第2段是踏石头做记号，踏石头做记号，这伫第4章下全章1节到24节。以色列人因过约旦河的时，约书亚照上帝吩咐，命令对以色列各支族竞选12个人，一个支派派一个人，总共12个人，因逐人伫河即个约旦河约柜的头前各取一粒石头，然后将这粒石头放伫镜仔头，带到耶利哥城东边的结界，就是因阵营的所在，贴伫遐。另外，约书亚也伫约旦河即个约柜停留的所在，另外踏12粒石头做记号。贴即2吨的石头的用意，也就是要互因遮个子孙会当知影，头一个就是上帝伫以色列人的头前，就若亲像是当初伫红海的时阵，上帝互水来打去，互因会当对即中间来过去。第二呢，是要互全人类拢知影上主的手有大能力。第三，要互恁永远来纪念敬畏上帝。因过约旦河以后，就准备要进攻耶利哥城。这咱伫过下礼拜，咱会继续来讲这个故事。申命记第3章到第4章，伫遮对咱教是啥物？第一，讲到着军队上帝，咱要行神路。军队上帝行神路。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代，上帝宝座是约柜，约柜就象征上帝神圣的同在，上帝引带保护甲管教。当约柜去行的时，因就陪赢军队约柜来牵线。当约柜停住的时，因就缀咧停留扎营。所以约柜也袂输是一个行动的指挥中心。当上帝的约柜要带领因过约旦河，按上帝所想事，老年甲密甘地前进。迄段当时是新历大约4、5月仔，是收成的季节，也是约旦河河水上界甜、溢满溪畔的时节。若这人会常理经验判断，选迄个时间点要行军过河是厄中之难，根本就无法度，也无可能的代志。
也无桥，也无船，未飞天，未钻地，要安怎修过河？就是人无路，上帝有步。因只要军队约规行，自然上帝就会开一条新的路。也因为上帝是至圣的，上帝约规也是神圣的，所以一般人也袂当罔着，也袂当磕着，都要甲约规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因敢若会当是祭司，也是利未人，伫即个特定的时间场合来更刷约柜。以色列人也必须要甲约柜保持大约1公里远的距离，袂当挖伤近。透过行大地过约旦河的代志，这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也经验到早前因的爸公迄一代过红海类似新业技术，搁重演伫因的眼前。无共款的是，过去因过红海是互埃及的队兵对逼，当因过约旦河是要去攻占迦南地，情形是完全无共款。做是对上帝是真搁活的上帝，因的感受是相像的。亲爱的中正兄弟，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也需要求上帝拍开咱属灵的目睭甲肉体的目睭。拍开咱属灵的目睭，是用信心做目睭。虽然环境看起来是真险恶，处处艰难，若亲像是约旦河阻挡伫头前，而且是河水泛滥，满过溪岸把水期。毋过信心的目睭会帮助咱仰望上帝，军队上帝。困难的问题虽然真大，毋过咱所信的上帝是比困难、比问题搁较大。就算无路，既然咱是军队主，是上帝的所要做的代志，咱照这去做，上帝自然就会替咱开一条新搁活的道路。另外，咱也需要拍开肉体的目睭，透过观看来明白上帝伊所咧做的事是遮尔荣光遮尔美妙，互咱用肉体的目睭来见证上帝所行所做是奇妙的恩典。第二，下石头做记号，纪念上帝的奇妙伟大。上帝爱以色列人伫过约旦河的时，就将约旦河的石头各支派派一名代表捡一粒石头，将迄12粒石头贴伫因叶棉的结痂迄个所在来做纪念。石头是真平凡，也搁真容易取得的物件。石头用途嘛相当宽，相当济。伫迄个特定的时间、地点、事件中间，因所捡的这石头贴做一堆，就伊特定的纪念甲意义。就若像咱全台湾的即个佳人树，实在是济甲算袂了。毋过呢，伫台东的博朗大道，伫遐有一丛称作金城武树的茄冬，即丛茄冬伫迄个所在意义就无共款，因为伊是出现伫金城武所翕的广告影片中间，即个影片也真出名，所以以色列人因伫结痂所贴的即一堆的石头就诚侪，是一个真有纪念性搁真有意义的纪念地。
这所在有故事性，会当来讲述上帝怎样引带带领伫因来过约旦河，是非常奇妙佮伟大的恩典。也透过安尼，互因学习怎样敬畏上帝，也互全地全世界全人类知上帝是全地的主，也是全能的上帝。石头本身是真平凡的物件，总是诚做纪念碑，就诚做有历史性，有伊迄个价值非凡的所在。咱也通学习收集有故事性、有历史性的物件，既然伫信仰，互上帝也通过遮个物件来对咱讲话，也对咱的子孙讲话。这也是真好灵修的操练。第三，敬重约书亚，军民同心。敬重约书亚，军民同心。约书亚记第4章14节讲，迄日上主互以色列众人尊约书亚做大，伊一生受人民敬畏。亲像因敬畏摩西安尼，以色列人民虽然敬畏摩西，毋过咱也知，以色列人也定定伫忤逆攻击摩西，无爱顺服，无爱配合。若是咱读约书亚记，就亲像迄时阵的即个以色列人对约书亚是加介敬重，加介顺服，所以约书亚做一个人民的牧者，因是搁较顺服的中间，伊也加诚顺利。这也互以色列人上下团结，共一心。后来的7年征服迦南地的战役，因会当势如破竹，伫大多数的战役中间，拢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提醒咱，一间教会若牧者甲中职兄弟彼此相疼，同工共心，那呢教会的教势的发展，就会伫上帝的带领下面来进步成长，会突破困难，甲主动完成上帝所交付的使命。恁对我的疼甲敬重，对将来的牧者也是搁较需要安尼。相信设立教会以后，有新的牧者，有新的长子甲兄弟，伫未来新的世代也会诚侪新的教会，有新的复兴甲发展，来荣光主的名。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看见你是真搁活。有奇妙大恩典的主上帝，你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约旦河，就是要互因来诚侪你的子民来得到你所应允迦南地作业。愿阮也用信心的目睭甲肉体的目睭来看见甲见证，你也是落伫阮中间，透过三听合一。教会要得到振兴，这个应允，阮安尼祈祷，我靠主耶稣的名，阿们。祝祷，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